好，大家好。今日依家朝頭早啦，我哋咧搭飛機離開雅典，喺休息室度等下飛機，然之後就翻去科隆，小結一下呢個雅典之旅啊，非常之好玩。首先就係特有嘅南歐啦。4月底之後咧就天氣非常之好，呢個咧就4月中到4月底之間咧有一個黃金時期啊，就係機票平啦，酒店亦都非常之合理啦，街上同埋景點都冇咁多人啊，天氣冇咁熱去南歐。咁樣咧就希臘嘅旅遊服務嘅素質咧就非常之高嘅，人啊好有禮貌啦，有英文提示啦，咁行動都好方便，租車啊就超平啊！呢個時候租車係超平嘅，35歐2日啊嚇！大家如果識開車嘅話咧，就嚟呢度南歐旅行咧，就4月底一定要租車。咁如果你搭車咧就去唔到㗎。講下啲景點啦，雅典衛城世界最多人嚟嘅呢個世界文化遺產啦，咁每年都接待幾千萬人啊，咁大家可以感受得到呢一個當時嘅呢個幾千年嚟嘅文化同埋啲呢個建築啊歷史。咁然之後咧，但係咧你喺雅典玩咧就玩2日就夠㗎啦，因為咧你睇嚟睇去都係石頭，咁你要人係對呢個歷史係非常之有呢個認識，你先至可以玩得透啊，先至玩得好玩。咁所以嚟雅典之前咧就一定要研究下歷史，同埋2日就夠啦。時間得多就好無聊噶啦，都係睇石頭啊，睇一啲殘存嘅建築。好，有機會下一個我哋嘅旅行咧就係2個星期之後去法國啊，非常之精彩嘅法國地方。記得點讚、訂閱同埋分享。如果想知道更多關於雅典、意大利同埋法國嘅旅行，記得留意我呢個頻道。轉頭見。